BB 生意向前功能成效，各有精神的很可好。也喺打连烟富里足田沙区嘅移民族村头，26個鄉親作為日本式嘅客家鼓手，不等陣呢功能移民也成效出順，所以足田移民區有經典也係廟會記得跳出來。打連煙富里鄉足田沙區嘅居民有7成留喺鄉人。頭擺工作人因為不穩，韓國貨位又偏重開，唔掉用解釋。對此鋪移民到亞洲嘅客家先民，就對新造新埔移民廟改鄉搶來移民也。喺民國38年，佢係東鋪嘅第一座移民廟。而家我哋7月20日嘛，嗬來拜拜啊，嗬，哦好容易而家嗬見咩遲早嘅咯，移民節啊，見咩遲早用來拜拜啊，哦睇搞無款。我哋幾模款好容易模款行業，因為比較大家都來係啊。移民也保有當地嘅鄉親利用村頭出順嘅方式，表達對移民也嘅感謝。各所展現移民也成為嘅移民族共成橋嘅稱揚，喺民國60年正式成立。安尼一族人數改多，改豐盛嘅村頭，變作為足田移民田嘅傳統，也係當地改多客家鄉親嘅共同記憶。細細個都看到吼，啲我都會記憶啲輩吼，細都看到一群人吼，大家更先叫，哦，家唔定有咩喊，按到萬歲萬歲吼，安尼都聽到佢喊。喺鄉親嘅記憶當中，含按清清楚楚嘅傳統，也是停過20多年，一直到4年前，一定要讓屯日嘅傳統嘅村頭重新遷到咗來。新民移民族上呢，我印象都有5、6、7年，我10年都有嘅呢。但是中間都有各種唔係個原因唔低啦，所以就團體20-10多年呢。前幾年子我哋比賽吼，都像東海傳統都過來恢復起來啊。唔過喺恢復傳統嘅村頭，唔係用水講就做得。傳統村頭嘅戶鋪結構愛前萬好，成員愛對內來仲可都係問題。因盡外流嚴重吼，在啲親某都某程度因嚟講啦。你做呢家講，嘛唔知咁樣講吼，某一套功夫吼，某一套治療不安尼聽咯，安尼嘛。去簽去簽前到錄音架吼，去簽你治療進來吼，安尼你經驗呢就慢慢呢，到你東西簽進來，包掛用擺喊，用擺行，唔該你唔該禮儀吼，你唔該宗教禮儀，用擺去表現吼。一日講到係3唔知6大，一隻大鼓，一隻指揮。要做這個嘅吼，跟人添麻煩都多嘅啦。就是人哋比較咁樣講中人嘅，特別都欠人都多嘅啦。總括喺前拉嘅基本人數26個人，其中24個人共成橋，1個人打鼓，1個人帶頭指揮，所有嘅成員落喺堂指揮者嘅 BB 上。左右兒童腳譜，前進也係後退，而看指揮者蘇紅嘅山力用嘅姿勢。簡單嘅腳譜，實按人嘅改正車，可完成100萬米嘅副成橋，就像係對成人嘅咪其太考驗。所以就多年數嘅個啲新橋版嘅吼，啲愛就講到講都愛看啲種嘅指揮嘅人嘅指揮。當然平常時嘅練習嘅動粗走啦。你中間都有嗰種嘅很多腳譜啊，嗬，都留，所以都腳譜留嗰種嘅指揮人都要配合啊，等佢講，等佢講啊。冇啦，即係練腳譜練啊，腳譜嗬，可以讓一步一步教嗬，有人作腳，有人剪腳嗬，唔可以錯啊，所以講對錯啦，讓對對。那邊像我這邊像那邊這樣來了，大家一起看。我們用左肩啊，那邊用右肩這樣來了。原地踏步啊！培養團隊嘅默契，可謂係平時訓練，連體練腳譜，而練出同樣嘅對象。
到大概盆毕业，睇大概比到左右這樣啊，冇那麼以前冇這樣啊，以前就係左右一動左右這樣啊。3輪連轉彎前進同後退，培養團隊同指揮者為默契。按用嘅行總可以意思指揮者下指令，各所指揮者做得講係異民族嘅靈魂人物。擔任指揮嘅陳寶志講，但異民族雖然會豐盛，我能開始也係會驚哦。從啲開始到呢啊啦吼，安尼啲邊那散呢，那啲哨子吼袂驚，呢種袂驚。我會陪冇教安尼樣板嘛，吼，安尼是深音，是門音，吼，伊們落配嘅指揮係慢慢種，慢慢呢，馬上安尼你啊，落嚟心橋吼，指揮到真生動啦，吼，很活潑啦，吼，只要說要快，吼，要急要慢，吼，係控制得安尼收啦，吼。異民族在台嘅稱用同西巴日本風味嘅形式，睇出順嘅傳統稱頭度看起來會貼切，嗰所最近也受到邀請去各地表演。因為我們這邊有像廟會的什麼，我們都會出動，大家熱鬧，有時候會跑到南部去，只要有人請我們去，我們就去了啦。是啲紀念來哈。大家參與，聽下來組織個重新組織啲異民族，有機會呢都出嚟表演啊！受到鼓勵，婦女族田社區希望做得同樣嘅融合嘅異民文化嘅傳統稱頭，發展做同其他客家種節慶來比唔會輸贏嘅特色文化發通。會韓國多人看到後山無窮用嘅客家文化。以後就是說真的有希望做成我們在地文化來做個節那個慶典還是什麼吸引外地觀光客，我真的好想這樣做。好，這1點，好以後10點，以後100點，變成我們在地文化就出來了。雖然異民族呈現嘅音樂腳譜簡單又樸實，不過鮮明嘅風俗習慣、典禮儀式就包含在內。也看得到族田鄉親對異民也嘅尊敬同虔誠，也代表為對在地文化嘅關懷同實踐。